由我们的玉霞要带来的独创曲。好，这是她的自创曲。然后这首歌呢是台语歌，就是给阿嬷的祝福。这条歌我是讲国语啦。这首歌的心意啊，就是说，要互伊的阿嬷就是伫天顶啦，听会到的话，伊的心肝会就舒服。就是听了之后，他会就是接收到，就是耶稣那好耶祝福啊，他也希望借由这首歌，就是可以让阿嬷感受得到，这是很有孝心的一首歌哦。我们给玉霞掌声鼓励。